大家好，我係湯比，歡迎大家嚟到香港早晨頻道。今日我哋要討論嘅新聞，相信好多朋友最近都有留意，就係早前喺屋企產子而引起社會關注嘅 Danny 事件。近日 Danny 嘅父母，即係大家口中所講嘅非常父母，去到高等法院提出申請，希望透過法律程序要求將 Danny 接返屋企。父親曾偉邦就表示，之前曾經多次同社會福利署溝通，希望可以安排 Danny 回家生活，但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所以最後決定尋求法庭介入。而另一方面，根據公開報導，法院早前已經就 Danny 嘅照顧問題頒布保護令，由相關部門安排照顧。今次事件再一次引起香港社會一個非常重要嘅討論，究竟父母對子女嘅愛同父母應該承擔嘅責任，兩者之間應該點樣平衡？今日湯比想同大家由幾個角度分析。首先我想講清楚一啲，父母愛自己嘅孩子，呢份感情係完全可以理解。任何一對父母如果同自己嘅孩子分開，都一定會感到傷心、焦急，甚至痛苦。但係當涉及一個年幼嘅孩子，尤其係一個未有能力表達自己意願嘅嬰兒時，社會考慮嘅就唔可以只係成年人嘅感受。真正重要嘅問題係咩決定先至最符合孩子嘅利益？呢個亦係法院處理兒童案件時最重要嘅原則。可能有部分朋友會問，點解父母照顧自己個仔女，政府或者社會福利部門會介入？其實喺任何成熟法治社會入邊，父母並唔係擁有孩子嘅所有權，孩子唔係父母嘅財產，孩子係一個獨立嘅個體。父母擁有照顧孩子嘅權利，同時亦都有保護孩子嘅責任。當有任何情況令社會或者專業人士認為一個孩子可能未能得到適當照顧，法院就有責任考慮應該採取咩措施保障孩子。所以保護令嘅目的並唔係單純懲罰父母，而係希望確保兒童可以喺安全穩定嘅環境之下成長。今次事件其中一個引起討論嘅地方就係涉及自然療法。咁究竟自然療法係乜嘢呢？自然療法英文叫 Natural Therapy，簡單嚟講係一種強調利用天然方式改善健康嘅理念。例如兒子馬網絡好睇，保持健康飲食，減少加工食品，增加運動，保持充足睡眠，利用草本植物或者天然產品，相信身體本身具有一定嘅修復能力。其實呢啲概念本身並唔一定有問題。例如一個人平時注意飲食，多做運動，保持良好生活習慣，對健康一定有幫助。甚至現代醫學都非常重視預防疾病。問題係就呢個自然療法可以作為健康生活嘅一部分，但係咪可以取代所有醫療需要？呢個就係社會需要理性討論嘅地方。每一個成年人都有自己選擇健康方式嘅自由。有人相信中醫，有人相信西醫，有人重視天然食品，有人依靠現代藥物。呢啲選擇只要係成年人自己作出，社會一般都會尊重。但係當涉及嬰兒或者年幼兒童，情況就完全唔同。原因好簡單，因為嬰兒自己冇能力作出選擇，佢唔識講我覺得唔舒服，我需要睇醫生，我需要接受某種治療。所以父母代替孩子作決定時就必須更加小心。父母可以有自己嘅信念，但父母亦必須問自己，呢個決定究竟係為咗孩子真正需要，定係只係符合我自己嘅想法？呢個問題其實先係所有父母都應該反思嘅地方。一個父母真正愛自己嘅孩子，除咗感情之外，仲需要承擔啲乜嘢責任？父母責任唔只係愛。好多時候，當一件涉及家庭嘅新聞出現，社會上面好容易分成兩邊。咁一邊會話父母最愛自己個仔女，應該俾翻佢哋照顧；另一邊就會問，如果父母嘅照顧方式存在疑慮，咁孩子嘅安全應該點保障？咁其實呢兩個問題都重要嘅。父母愛孩子係一件好自然嘅事，但愛一個人並唔代表所有決定都一定正確。一個父母可以非常疼愛自己嘅孩子，但同時亦可能因為知識不足、判斷錯誤或者過分相信某一套理念，而作出未必最適合孩子嘅選擇。所以真正嘅父母責任唔係只係話我愛佢，而係要問我有冇能力保護佢，我有冇為佢作出最安全嘅決定。當專業人士提出意見嘅時候，我有冇能力放低自己嘅想法，重新考慮？呢啲先至係父母責任最核心嘅地方。有部分成年人會將自己相信嘅生活方式延伸到下一代。喺斯陣拉薩話，有人重視自然生活，有人選擇特殊飲食，有人選擇另類教育。
有人對現代制度有唔同睇法，成年人有依啲選擇，其實係個人自由。但當呢啲選擇影響到一個完全冇能力保護自己嘅孩子時，情況就需要更加審慎。因為孩子唔係父母理念嘅實驗，孩子亦唔係用嚟證明某一套想法一定正確嘅工具。孩子係一個獨立生命，佢有自己獲得安全照顧、健康成長同受到保護嘅權利。好多市民可能會問，家庭問題點解要去到法院？其實法院介入家庭通常都唔係一件輕率嘅事情，因為家庭係一個非常私人嘅空間，政府或者司法機構一般都唔希望隨便干預父母同子女之間嘅關係。但係當涉及兒童安全或者福利問題嘅時候，法律制度就需要作出平衡。一方面要尊重父母照顧子女嘅權利，另一方面亦要保障孩子唔會因為成年人之間嘅爭議而承受風險。所以法院考慮嘅重點唔係邊個講得比較大聲，亦唔係邊個喺網上得到比較多人支持。法院最終要考慮嘅係咩安排對細最好。今次事件入邊亦有人質疑社會福利署嘅角色，有人認為社署限制父母接觸孩子，亦有人認為社署應該交代更多資料。不過我哋亦需要明白，涉及兒童保護嘅案件，好多資料都可能受到私隱保障限制。社署作為兒童保護機構，有責任按照法律程序處理個案。當然，任何政府部門嘅決定都可以接受監察，亦應該接受合理質疑。如果家長認為程序有問題，透過法院尋求解決，正正就係法治社會其中一個重要方式。但係同樣地，社會亦應該等待完整法律程序，而唔應該只根據單方面公開說法就立即判斷邊一方一定正確。湯比覺得呢件事帶俾香港社會最大嘅反思係，做父母最困難嘅地方唔係生一個孩子，而係願意為孩子改變自己。有時候父母可能深信自己嘅方法係最好，但真正成熟嘅父母應該有能力問自己，如果我相信嘅方法同孩子嘅需要出現衝突，我應該選擇邊一樣？答案其實好清楚，應該選擇孩子，因為父母嘅角色唔係要求孩子配合自己嘅世界，而係成年人要為孩子建立一個安全嘅世界。Danny 事件仍然會繼續受到社會關注，唔同人可能有唔同立場，有人同情父母，有人支持社會福利制度，亦有人對事件提出不同疑問。但無論大家站喺邊一邊，有一點應該係共通嘅，就係每一個孩子都值得得到最好嘅照顧。父母對孩子嘅愛值得尊重，但係父母對孩子嘅責任更加不能忽視。自然療法可以係一種生活理念，另類選擇亦可以值得討論。但係當涉及兒童健康、安全同成長，所有決定都應該以孩子利益放喺第一位。希望將來無論案件結果如何，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將焦點放返喺 Danny 身上，因為成年人可以爭論，成年人可以選擇，成年人可以為自己嘅想法辯護，但孩子只有一次成長機會。如果大家認同湯比今日嘅分析，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睇法，記得幫香港早晨頻道點一個讚，分享呢段影片，等更多朋友可以認識我哋呢個頻道。如果你未訂閱，記得撳入訂閱香港早晨頻道，再按埋通知鐘仔。我係湯比，我哋下次再見。